今日嚟到中環參觀港島灣仔活道15號一個新盤污廉。咁而家我哋參觀呢個單位咧，40平方米，431尺實用，可以做到咁全嘅設計。咁呢個比較喺市面上新樓嚟講咧，仲要喺港島區比較罕有。咁我哋而家大門一行入嚟咧，見到佢嘅收樓標準電掣啦，呢個洗手間。咁所有嘢已經係一個收樓嘅交樓標準嚟㗎啦，已經係咁其實有儲物嘅空間啦。咁其實感覺係幾 OK 嘅，因為整齊齊咁個色調個配搭咧都係比較襯托到嘅。浴室寶，咁入到嚟咧，其實呢一邊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裝飾牆啦。咁發現商呢度咧已經係收樓標準啦。呢個牆身嘅設計呢個單位，咁3.5米嘅樓底高度嚟講咧，呢個兩房嘅設計嚟講咧，就我覺得好擺嘢，冇浪費空間梳化、電視、餐台洗手間、大門已經裝修好晒，有個特色牆，跟住廚房。咁430尺度嘅廚房唔可以話要求好大，但係佢呢度都整過一啲嘅全面微波爐收納空間、洗衣機都有齊晒。仲利用埋呢個位置嚟講咧，整一個一個櫃上面都可以有收納嘅。咁跟住咧就喺翻呢一邊咧做客房啦。客房感覺幾大喎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呢邊嚟講咧可以做到一個到頂衣櫃足夠。咁跟住咧做床仲有空間剩，樓底好高。呢間會唔會係主人房添？咁跟住咧再出翻嚟咧，再望下另外間房啦。另外呢一間房都兩間房差唔多喎，好有驚喜喎。因為呢一個位置嚟講咧，如果做咗衣櫃之後咧，佢擺床嗰啲咧係好容易去擺同埋間房間咧都好大，即係樓底又高，空間感俾到足喎，431尺。講真，近排嘅新盤冇話近排，過去嘅新盤嚟講，好少有呢個空間感咯。樓底高，咁再行翻出嚟咧就有個露台位置。3合1冷氣機、主機，呢個露台都大闊落趟門設計更加好用兩邊趟門講咧就可以擺張台、擺張餐，即係茶几享受下望住呢個馬場嘅景觀。如果高層嘅話呢個係兩房430尺 ，OK 真係感覺大廈嘅外牆碌